知名健身房的老板馆长陈之汉与孙鹏、迪英儿子孙安佐两人2号晚间一起现身，聊天过程中孙安佐透露许多，像是当时因为一句玩笑话就被同学报警，还提到自己在美国联邦监狱，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恐怖。穿着红色帽 T， 孙鹏儿子孙安佐跟着馆长陈之汉一起来到健身房，已经有底子的孙安佐遇到比他更壮的馆长，看起来还是娇小许多，不只做了握举、推杆，还有拳击，直接被馆长一拳打脸。孙安佐有些却步，他们2号下午一起训练，接着晚上7点开，坐下来跟网友一起聊天。孙安佐 vs 馆长，我自己也承认那个玩笑的确是不太好，其实真的就是有点瞎啊。就是第一个，只要你有前科，其实美国警方就会很针对你。只因为一句玩笑话说要扫射，也向同学道歉了，没想到隔天立刻被警方带走。不过孙安佐当下被抓的心情不是紧张，而是担心看不到晚上更新的动漫。孙安佐 vs 馆长很糟啊！然后想哦不，今天晚上漫画的最后一集要出了，结果我没办法看得到这样。也提到自己在美国联邦监狱，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可怕，大家相处都很融洽。孙安佐 vs 馆长，基本上你不要做惹别人生气、做白目事情，大家都相处都很好。如果你今天自己做很白目的事情，那你就不要怪他们来揍你啊。孙安佐 vs 馆长，我觉得他们没有溺爱我啊，就是成绩普通就好，但他们比较要求的是我是怎么对待其他人的，就是做人处事，做人处事很重要。孙安佐认为已经把人生中最难经历都过了，现在他只想好好念书，未来想开专属阿宅的动漫健身房，让许多宅男愿意到健身房内跟有相同嗜好朋友一起健身。他也在中澄清自己并不是妈宝。